真快乐。这首也很好听啊，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女主下面，女主听你。来，大家笑笑吧。咱离出来，大家平安。咱的时间已经差不多啊吼，时间差不多，所以咱即马就开始来敬拜上帝，请奏乐。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伊伫我的正边，我袂动摇，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体安然自在。你会指示我活命的道路，伫你的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伫你的正边，
我有永远的快乐。请这碟咱要来吟圣诗，圣诗611首，对主的人有幸福。请咱兄弟姊妹起立来吟全首。今摆请坐，即粒咱做伙来祈祷，请咱额头同心来祈祷上帝。创造有场的主宰，万军的耶和华，我的上帝，愿深深感谢你，伫即个你专属的日子内面，全地拢着应该向你敬拜。同款。公教会兄弟姊妹，也伫即个时阵来到伫你的面头前，甚至有几个兄弟姊妹还阁伫网络顶面，阮共同伫遮要来感谢学了你的名，恳求阿爸爸上帝，你像甲阮三甲同在，你对阮的敬拜，恳求你来接纳，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对阮的心所献出。迄种对你的敬、对你的尊敬、对你的崇拜，拢会当得到你的接纳。阮上时嘛要恳求你，伫即个年底要到，教会有最侪事工要推动，全地拢要你所想事耶稣基督来到伫即个世间的日子，阮要庆祝圣诞节活动，求阿爸爸上帝你好。全地所有的人伫庆祝这个圣诞节时，拢会当想起主耶稣基督救赎的画面，互阮每一个人拢有机会来得到这个救赎的恩典。阿爸上帝，阮嘛要感谢你，阮嘛要恳求你，伫公教会有侪活动咧推动的过程，阮拢需要你想事，阮同工每一个人拢有气力、有力量。来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河边的人，
互即个社会上遐毋捌你的人，也是无相信的人，互遮个人拢有机会来认捌你，来得到耶稣基督的恩典。阿爸上帝，阮有缘也要将教会内面有检采，啊，阁有兄弟姊妹因的身体欠安，恳求阿爸上帝，你甲因三甲地地，伫因身体欠安的中间，当因向你祈祷恳求的时，恳求你将安慰的灵放伫因的心上，将医治的灵放伫因的心上，互因会当伫破病的、伫病痛的中间，会当经历你伫因身上所要做的作为，也会当互因伫病痛的中间悠然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你。恳求阿爸爸上帝，今仔日甲阮三甲同在，阮今仔日的礼拜对头到尾，拢充满你的圣神运作伫阮中间。阮安尼感谢，拢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免。即碟咱要来看启应文，启应文第20篇是诗篇90篇，照过去共款，由我来启兄弟姊妹来引。启应文第20篇，诗篇90篇，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大地甲世界还未造成，你互土做的人归回土粉，对你来看，1000年亲像过去的昨的一日。你用大水甲人冲走，人生亲像一场迷茫。早起时发起来无声，阮因为你的受气消灭。你将阮的罪过摆伫你的面前。阮的日子拢伫你的受气的过去。阮的岁数不过是70，阮得到的不过是劳苦忧愁。啥人感受会到你受气的威力？求你教阮会晓得算家己的日子。上主啊，你什么时才要改变心意？求你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你互阮一生有偌侪艰苦灾难，求你互你的罗卜看见你的作为。主，阮的上帝啊，求你互阮一切工作顺利，求你互阮所做一切灵通。咱接着要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传道书传道书7章第1节到第4节，第二位是传道书9章第5节到第6节。咱先来看传道书7章第1节到第4节。好名声赢过好的香油，人死的日比出世的日较好。去上司的家
比起宴乐的家较好，因为死是正人的结局，活人嘛着将这个代志藏伫心内。忧闷比笑较好，因为面带忧容对心有好处。智慧的人的心伫丧事的家，愚妄的人的心伫快乐的家。第二位的圣经传道书9章第5节，活着的人知因会死，死的人什么拢唔知，嘛袂过得到报酬，因的名无人会记得。因的疼，因的恨，因的怨妒，拢已经消失。伫日光的下面所发生一切的代志，永远无因的份。以上上帝的话，这条咱要请新生诗班要来为咱献诗给上帝。因今仔日要献的诗有2首。第一首是 What child is this？ 这位奇妙的婴孩是谁？第二首是 Good people all rejoice。 良善的人们都要欢喜快乐。兄弟姊妹平安，后早圣诞节搁要到啊，咱就来献诗啊！咱今仔要唱2条歌，一条是 What Child Is This？ 这是奇妙的婴儿哈，是一首赞美主耶稣这个英国的圣诞诗歌啦哈。歌词是引用英国作曲家William Charlton Dix 在1865年所创作的赞美诗。那么他套用苏格兰的民谣那个绿袖子来曲调来演唱。第2首歌 Good People All Rejoice， 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首诗歌，叫做Good Christian Man Rejoice。本来是说信徒就爱来欢喜唱歌哈，那我们的歌词把它改成 Good People All Rejoice， 好人拢爱唱歌。这个本来是用拉丁语跟德文混在一起唱的。那这首歌翻在欧洲的国家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语言，经过一代一代这样子一直不断的传唱，变成我们现在熟知的这个版本。那包括音乐家巴哈和李斯特都把这个旋律做在他们的作品里面，是非常著名的一首诗歌。那么一直到1853年的改编，才变成我们熟知的这个版本。好，那我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真水的歌声，愿耶和华上帝接纳咱所献庆祝圣诞节的诗歌。即日咱要来请咱的牧师来分享上帝的信息。伊今仔要分享的信息是空虚的总归尾，人生的结局。咱请咱牧师来分享。咱三甲来祈祷，主是你是我活命的主，阮的性命开始拢是你所想。阮出伫土，有一天嘛是要归伫土，但是阮的灵魂要归到上帝你遐。你是阮永远徛家，你是阮人生最后的重点。地上的性命亲像人客会结束一天，但是阮结束地上的人生。阮就要去到你迄个所在，安尼，阮来思考人生，阮来面对人生的终局。安尼，阮学习智慧，在阮对为着永远来活。主透过今日的信息，恳求你，互有得到智慧。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要来继续讲起传道书的系列的主题。那今日咱要讲起到人生的终局。签名的意思就是。要讲到死，那这是一个真沉重的一个主题，但是也需要咱来面对伊，因为这是咱每一个人所爱面对的事。传道书伊称作是智慧的册，所以等于讲到人生的终局，也是讲到死的时阵，咱要对死来学习智慧。这是用灭六国统一中国，所以伊自称伊是真死王。死毋是迄个死，是开始的死。咱是讲到伊所建立的帝国，会当安尼千千万万年，然后伊派祈福去敲做一个长生不老药，
希望呢，因来会让国度千千万万年，伊希望会当安尼一直活落去，来统治伊国家，因为伊建立的工业、建立的这个成就，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咱知影，伊无征服死亡，伊虽然是征服了国，但是伊无法度征服死亡，伊去互死亡征服。接续，伊所建立的帝国，传2代，也去互航武来消灭。伫咱 YouTube 中间呢，有时会播一寡只的影片，互你看。那其中有一个影片吼，是叫做跟着小鹤去旅行吼，安尼，你捌看过无？安尼啊？伊咧讲啥物呢？伊咧去到中国大陆达过所在，去访问盆墓。伊所访问的盆墓，内面人拢是伫历史中间赫赫有名。咱非常熟的人，然后你去看，到底这历史中间非常有名的人，因现在伊的盆墓怎样？安尼，有真早的人，譬如讲伫汉朝的人，比如讲韩信，韩信是个真大的盆墓，不过是一堆土。有一寡盆墓真大，有一寡盆墓真细。有一寡是保养了盖好，就一寡盆墓，你要去找，敢找袂啥会得，但是拢是非常有名的人。无论是大有细，年代过去了后，有的是安尼真歹去找着。但是同款的一个情形，无论伊偌大的成就，无论伊是偌有名，拢是归伫一堆的土。人上个问题就是将家己不断的扩大。认为家己真伟大，但是事实，死亡是所有成功的人，死亡是所有伊要建立真大的成就、丰功伟业的人，因的克星，因的终结者。因所建立的成就、荣华富贵，拢亲像泡影共款，拢亲像喷雾共款，短暂存在，然后伊就消散。传道书作者讲，这是空虚。传道书讲，其实咱伫地上所有一切努力所得到的，到尾啊，拢总是空虚，而且这个终结是因为死。面对死的时阵，所有咱伫地上就是日光之下，日当下面，咱的人生、咱的生活，这一切拢是归伫空虚。智慧。面对死的时阵，智慧真做空虚。所以传道书第2章安尼讲，智慧真好啊。当咱生活伫这个所在时阵，智慧就拿像做互咱一个光明。有智慧人会当看清这个时势，会当行一条正确的路。愚妄的人，那就伫黑暗中间茫无路，因无智慧去分别对一条路是对，要做迄个正确的选择。但是传道书的作者安尼讲，后来伊看，伊本身家己有智慧，但是后来伊看，面对死的时阵，其实两个人，愚妄的人、智慧的人，因的结局拢是共款。然后，因所努力的一切，因的智慧、因的聪明，嘛因为死，对入到坟墓内面，而且愚妄的人、智慧的人，有一天拢会渐渐去互灭绝一个。愚妄的人、智慧的人，因伫死面前拢是平等，所以伊本身嘛有一个感叹，伊安尼讲：安尼我哪着遐侪智慧要创啥？我哪遐尼努力要来找智慧？有一天，我甲愚妄的人拢共款，拢伫死的面前平等的时阵，拢会消失，拢会去互灭绝。安尼我找智慧要创啥？智慧伫死的面前，诚做空虚。死嘛，互伫咱伫日光下面一切落落，诚做空虚。所以《传道书》第5章讲一句话，伊讲：伊脱肉体出母胎，嘛会脱肉体转去。伊落落所得到的，有一项无一项会当大去。伊来是怎样，去的时阵嘛是安怎样，这嘛是一项真大的不幸啊！安尼落落掠风有啥物利用呢？
当死亡来临的时阵，伊伫人生中间所得到一切财富、名声、甲成就，拢会挥别这一切。一切落落所得到的，拢会亲像喷雾共款，真做空虚。咱所知影亚历山大，伊安尼征战到世界第极，伊所了解的所在，拢互伊征服。33岁，伊就过身，所以伊所成就一切，到伫过身的时候，伊讲啊，将我的手甲骹放伫棺木的外面，互人知影，我虽然征服到一切，但是我嘛是共款，两手空空，倒转去到列祖迄个所在。就亲像传道书第五章所讲，当捌得出，当捌切归回。我家己主持一个个别礼拜，伫台北的时阵，这个个别礼拜毋是阮教会会友。迄是阮教会会友一个亲戚过身，请我来主持。我虽然毋捌伊，但是当我读伊的历历、生平历历的时阵，心中真大的感慨。这个人非常大的成就，台湾人伫美国读博士学位，然后伫美国安尼真世界性的轮胎公司担任这个一级的主管。伊写的册。去互放入去到美国每一个图书馆的藏书内面，有真侪大学是用伊写的册做教科书，有够厉害！伫美国安尼，我主持的个别是40几岁，伊拄行往人生的高峰，但是死夺去伊的一切。我去探望一个癌症的病人。伊是一个医生是真好啊！伊就感觉讲做医生，足侪人做医生的，头拢徛侪医生，所以伊就感觉讲安尼无够，我要过来读医学博士。伊咧读医学博士的时阵，发现恶性肿瘤。医生来宣判，这已经到尾期，剩4、5个月。去搭探访，搭安慰，点点。第一学界。医学的学术界，伊的丰富人生拄要开始，但是那亲像拄要行往人生的好风好景，但是突然间去用受逼刹车，美丽多彩多姿的生活突然间停止。因拢有真大的智慧、真大的学识、真大的成就，无论是已经成就还是未来，但是死，互因所努力一切真做空虚。咱感觉咱会当来掌握人生的一切，因为咱有才能，学识愈大的时候，咱感觉咱会当控制的情形人生愈大，甚至控制咱周围的世界愈大。但是传道书讲这个所在讲，死亡才是真正最后控制人，死亡才是伫咱人生各方面有最后的发言权。最后所记录讲，有一个好业人，然后。伊安尼趁真侪钱，有真大的财富。伊对家己讲：某某人啊，现在你已经带着安尼趁啥侪物件，你拢毋免烦恼你的物件，因为你有大的财富，会当互你后半世人会当过真好的这人生，好好躺平来享受你的人生。最后所记录讲：愚公的人，你感觉你有财富，你有能力，你对你人生有发言权，你当控制人生，但是当死亡来临的时阵。你遮所有一切要归乎什么人呢？我故事讲，有一人计划要去某一个城市，伫遐住一冬，要做生意，趁真侪钱。然后圣经讲愚妄的人啊，其实明仔载要怎样你毋知？咱的性命亲像一片喷雾，出现一个时间就消失。你的人生毋是照你所计划的，伫你的控制内面。死亡控制你的人生，对你的人生最后有一个发言权。圣经传道书第1章讲，这是件不幸的代志。咱拍拼得到真侪这财富、财产、产业，这嘛是空虚真大不幸。因为我伫劳碌下面所达成的，拢着留予我的继承人。我的继承人到底是智慧还是愚妄，我拢毋知影。
我伫立功下面用智慧所打拼得到一切。我想要掌管你，但是性命将我一切来摕走，耍互别人，这嘛是空虚。所打拼一切，真侪拢是富不过3代，然后就消失无踪。面对死亡，你的掌控力已经非常完全无存在。有时咱会感觉死离咱个真远，特别我常住伫第一等的时阵，拢是少年人啊，就感觉讲这个少年人的人生在开始。我来讲很对不起，今天要跟你讲的道很沉重吼。虽然你个真少年吼，但你讲到死的问题吼，你感觉足沉重啊咧。但是无讲过袂使啊吼。但是对咱第二等来讲，坐伫这时阵，你就感觉讲啊，有影啦，有影啦吼。死亡的及早发现、较早治疗的时阵，有阵时咩，安尼是拢希望咱我咧讲，无人会当支配家己的性命，嘛无人有权利决定伊死的日子。这款生死的就嘛咧讲，人的死家己唔知。它亲像鱼伫水内咧游的时阵，悠游自在，然后网啊拍咧，伊就利用掠去。这就空中的飞鸟真自由，安尼飞来飞去的时阵，后来突然间落网来网掉咧，死亡的灾厄忽然间临到，世间人对着死的临到嘛是安尼，这是一个事实。最后身躯的老化衰烂，互这个死亡的阴影愈拖愈长。少年人亲像安尼日出，因慢慢安尼行日出安尼行中昼，光辉烈烈。那咱呢？日落西山的时刻，安尼常常自我调侃啊，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安尼，那是安尼啊。黄昏的时阵，你的影愈来愈长。迄个意思讲，你的人生死亡然后愈来愈长。你有可能注意到，你可能忽略伊的存在。有一个老先生，伊突然间心肌梗塞离开世间，伊就对上帝发牢骚，伊讲上帝啊，我是无甲你埋怨啦吼，不过吼，有一个吼，我较小可有怨言。你要调我等下来到你的面前的时阵，你嘛小我大家通知一下，我做好心理准备。突然间安尼，嘛会当做一寡交代啊，吼，我的主路啊，一寡代志啊，我准备一寡物件你安尼突然间把我调动以后，措手不及啊，吼。上帝真温柔地回答：有啦，我都有在通知呢，写3张批啊，安尼。有啦，我哪无收到？你当时打写3张批？有啦，我写3张批，打你通知啊，吼，互你准备一下吼。用无啊，我无收到啊。第一张批腰酸背痛，第二张批你的头毛开始白，第三张批你的喙齿安尼落，喙齿皱个，喙齿慢慢一支一支安尼消失。你有收到无？有啊有啊，这就是你的批哦，嘿啊。这就要通知你家己有警觉啊，你的人生慢慢行咧到终点的所在。传道书，互咱搁较一个批。传道书，你若读12章的时阵，搁较一个批，看这几张批你有收到无？第一个腰酸背痛，第二个头发斑白，我是较少头发斑白，因为头毛落了。第三张批嘛是共款，皱个，补喙齿，你有去申请迄个老年补牙套无？你若有诶时阵，上帝互你即张批，你爱收着。搁有手骨无力，常常皮皮喘，目睭盲目，白内障，听力慢慢震动，安尼。这点我其实无啥注意，我感觉讲都无要紧，拢听有啊，拢听有，真自在。前2天网络上寄给我，就是讲测验你的听力，安尼。好，我就真好奇，因为常常做这咧测验，我拢60几岁，拢甲你讲你50几岁的体力，足好，我足欢喜安尼。你的智慧30几岁，你的体力50几岁，虽然我感觉60几岁，就感觉讲，互我家己有一种安尼
自我陶醉的感觉。结果听这个听力，听到65岁我就听无啊，安尼，我较惊觉讲啊，有影呢，我的听力是65岁，跟我现在同款，65岁，真正到65岁后壁声听无。然后伊个真到尾啊，真到2岁、3岁，哦，迄毋知偌久长的后壁代志啊，安尼啊。然后还佫一寡批，真亲民。天袂光就起床，起床了就困袂去，安尼。有无？你有这种批无？唱歌的时阵，安尼无声，佫无力，安尼。过去的声是安尼幼绵绵足好听，现在拢粗声。较早拢唱着天啊，即拢唱马术，愈唱愈甜。你有受着即个批无？行路愈来愈慢，惊跋倒，无啥爱出门。咱来佚佗好，哎呀，无啥爱叮当。爬楼梯爬袂起哩，所以教会内面拢爱准备这电梯，安尼坐起哩。电梯礼拜堂2楼、3楼，差不多人伫3楼、2楼介少，拢伫1楼，无啥爱起哩。2楼，佫一项，看到漂亮小姐，拢无激情，心静如水。那姊妹，这是传道书甲你讲的，这是上帝互咱的批，慢慢随咯。我去做身体检查的时阵，逐项指数拢真悬，拢真正常，敢若一项安尼无正常。这医生拢讲真好，真好，真好。我就开始讲既然真好，敢毋通减药啊？这减一个，这减一个。若拢正常的时阵，敢是这药拢莫食上介好，留一粒仔，血糖较悬的。医生讲嘛是拢爱开啦，正常佫爱开。老师啊，你的正常拢是药咧控制呢，好啦。有时咱若感觉食药看这个指数，互你感觉有一种咧忽略死亡的来临，忽略衰老的来临，这是一种的错觉。其实上帝已经写真侪批互咱提醒警告。前2礼拜我有一个亲情，伊是教会大家非常钦佩的长老。伊也是股票上市公司行销部的总裁，突然间离开，完全拢无什么种的准备，大家非常错愕真唔甘。68岁，就是69岁，9年龄差不多，所以有一个警告，上帝有带咱警告，死亡一直伫咱身躯边，伫个所在愈拖愈长。你有可能忽略，你有可能无爱去面对伊，但是你永远无法度避免伊。对着死亡，咱爱有什么种的态度？传道书第7章安尼讲，对死亡来学习智慧。所以去丧事的家，比去宴乐的家佫较好，因为死是正人的结局。活人嘛会将这个代志藏伫心内，意思讲，活着的人要去参加丧家的时阵，看到这个人倒伫迄个所在，伊应该心内有一寡思想。因为智慧的人会心伫丧事的家底下观察人生，了解人生的终局。只有愚妄的人得过且过。伊去快乐的家，就是人生会当安尼非常一直快乐落去。丧事的家是真好学堂学习的所在，为什么？因为会当互你学习，当你无论做什么，追求什么，你拢爱对死亡的角度来思考人生，这是智慧的开始。所以传道书伫个所在，当咱讲一项。第一，你要注重性命的价值，你要尊重性命。不管这个性命存在，伊是怎样来过，贫富贵贱、荣耀还是较卑微，只要活着，这个性命就有价值。所以传道书第9章讲，人在活的时阵就有5万，活的狗。
比死的屎还佫较好。这人无论伊偌大的成就、偌有智慧、偌大的才华，拥有偌济物件，当伊倒伫迄个所在时，无佫有气势，无佫有活力，无佫有感情，无法度佫教人有任何这互动，也无佫有任何这愿望伫地上。如果咱佫活的时阵，有可能安尼真艰苦过，非常的卑微，无拥有真济物件，咱以为会当互动，咱会当对话，咱会当追求咱现在的物件，咱会当感受到真世界中间真正的事，活得比死较好。大祸大祸不如好死。虽然活了真艰苦，所以伫咱中间。有可能咱每一个人背景无共款，咱拥有的物件无共款，咱的人生无共款。但是现在咱有缘会当坐伫这个所在，最共一个代志，敬拜上帝。第二项，伫死亡的面前，咱来谦卑，因为最后一切，咱生活一切，拢受到死亡的控制。死亡也反映伫咱对家己本身的一个限制。人有时看咱家己真重，追求真大的物件。会做超出咱本来应该爱拥有的物件，无一个限制。所以主要说，基督讲什么？人若赚得全世界，失去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咱敢不是安尼？咱所对求物件愈来愈侪的时阵，前半段人生，咱所希望当得到愈侪，得到愈侪，然后到伫咱中年的时候，咱拥有全世界，世界性的、国际性的公司，在世界中间，咱产品所占的地位偌大？咱是在世界公司中间排行第几？咱在世界财富中间，咱是排行第几？世界的首富。咱是追求安尼，咱有几多大人生用不完的这个财富，赚得全世界。但是有智慧人也会知影，有一天。死会临到你，然后这一切拢会消失。你无法度无限扩展你家己本身所拥有的物件，扩展你的人生，也无法度无限去扩展你的生命的长度。这个所在，咱就受限制。阮这无所有人常常都爱去主持个别礼拜，倒伫迄个所在拢爱看。年轻呢，年老的。身份悬甲低，成就大甲小，有智慧、有教育，还是平凡富人人，还是管理家庭的。无论偌大一个成就，到伫迄天，咱伫死亡面前，拢是平等。这是咱实际所面对的人生。所以传道书也互咱有智慧，伊讲，既然是安尼，咱就要活在当下。死亡随时会来，将咱所有一切来夺走。所以你会当有一个选择，每一天惊死，望每一天拢活伫迄个死亡阴影中间，啥物拢毋敢做，毋敢食，毋敢出门，外面有危险，互迄个死亡的惊吓控制咱。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也有一种选择，会当享受活在当下，把握机会会当欢喜来过日子。所以传道书第十章讲，人活偌久，就快乐遐久。毋过，就要记得黑暗的日子，因为黑暗的日子会真久。要发生的事，拢是空虚。莫等到迄阵，啥物拢袂当做的时阵，咱才后悔讲拢袂当做。当然有真侪拢讲安尼趁真侪钱，努力打拼，有钱要出国旅行，惊袂叮当，无法度出门，有安尼无？过去时阵无物件通食，安尼毋甘食，结果趁足侪钱拢会当食物件，但是医生在咧讲，你拢袂当食，这是空虚也是真不幸的代志。所以伊讲，你得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好好现在来享受你所会当得到的物件。所以第二项，咱会当享受这，那是因为咱相信上帝赏赐予咱的恩赐，
互咱会当享受这物件。所以，若是有人有迄个才调，啊，然后有迄个能力来享受，但是无法度享受，这是真不幸的代志。安尼，我着慢慢进入到足大的不幸。安尼，逐项物件拢无啥当食。安尼，水果敢若食2项，芭乐甲苹果，其他袂使。较早我常常爱去国宾，种摆要去的时阵，无顺就讲莫去啦，一半的物件你都袂当食。好啦，好啦，安尼吼。啊，开者一敢食当一半尔，莫去。安尼。这是咱慢慢人生的一个不幸。趁你会当的时阵，去看、去食、去行、去旅游、去享受上帝所创造的美丽，去享受上帝赏赐予你的恩赐，把握当下。这是咱现在伫日光之下，咱有限的人生中间所过的一个生活甲日子，所以把握机会。咱甲兄弟姊妹会当去旅游就去旅游，行叮当的时阵去。你若当食物件，会当欢喜来食，就当欢喜来食，安尼吼，免过路甲伤济吼，安尼。当然，还有凡事都可吃，凡事都可做，但是不都有益处，对你有帮助的物件，会当随心所欲去做。但是呢，爱知影讲，最后对你有利益无？最后是不是会想过放纵你家己的人生生活，拍拍你的身躯？而且得罪上帝也无，这是爱想的。最后，死亡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有一本册《死亡神学》伊安尼讲，只有死亡那是一条线，只有会当跨越这一条线，才是真正会当进入到永远的代志。你所拥有的物件，会当跨越这一条线带过去的，那才是真正有价值的物件。若无，这一切拢是空虚。所以你开始要判断，开始要想一项：有啥物件，当有一天面对死亡来临，还是行到迄一天的时阵，有偌济物件你当带走，带袂走，需要留伫咱人生中间。这是咱所学习的智慧。所以摩西伫诗篇90篇伊安尼写讲：我的岁数不过是70岁，但是臃肿到80岁，不过其中所夸口的是劳苦忧愁。人生要亲像在飞10000年久就过去。所以安尼讲，上帝啊，迄天来临的时阵，迄天来临的以前，恳求你，互阮会当数算家己的日子。互阮的心有智慧，只有真正面对死亡的人，咱才会当受到永远的代志。如果你若无面对死亡，你若无去思考到底偌济物件会当越过死亡线，带你到永远中间，传道书安尼讲，这拢是空虚，亲像喷雾，像如风。存在感受一刻久，然后就消失无踪。死亡是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哥林多后书第4章有讲到，咱其实有2个坡度，一个坡度呢是慢慢往下走的坡度，一个坡度是慢慢往上的一个坡度。这个方向，咱是决定咱心中所顾念的到底是什么。如果咱规工所想的、所追求的，伫世界中间看会到、望会到、想会到真短暂的人生，但是伊的本质是慢慢消退。到一天你行到迄个死亡的界线的时阵，带袂过去。圣经内面讲，这是空虚，这敢是你咧行的路呢？你人生的你是上坡路还是下坡路？人生中间你是的来行，到一天慢慢才会消失、褪去，失去完全的价值，进入到空虚内面。还有另外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顾念所未看到的永远的事。
伊讲虽然咱外在身躯会慢慢衰败，会年老，然后咱会去拄着死亡阴影，但是伫咱内面的人，咱的内心会当日日换新。咱虽然伫世上拄着小可的艰苦，但是若比较伫咱内面所顾念的，若是永远未来，这是永远灿烂阳光的。顾念这个时阵，咱内在生命会日日更新。有这个五芒存在，咱会当互咱人生过得更较灿烂。追求更较永远的事，安尼咱行过死的界线的时阵，上帝为着咱陪伴，一个永远健全的、较大的、无比的阳光，互咱有快乐行咱人生的路，互咱有较大的愿望来面对天灵迄个阳光未来的冠冕。那姊妹，这是咱的选择。恳求上帝，互咱有一个智慧。有一天，咱必须要面对伊；有一天，咱要行掉迄条路。咱讲有些智慧，互死真做咱的真好的教师来指示咱。咱要行往完全空虚的路，还是要行往未来阳光灿烂的路？这条界线是死。有时所有一切拢伫死亡中间停留，然后消失。也是咱会当超越死亡的界线，进入到永远无比灿烂的报赏内面。咱三角来祈祷。上帝啊，恳求你用你的话教示阮，阮享受这个人生，享受你互阮真好这个恩赐，丰富的赏赐。你也创造这美丽大地，阮会当来享受、来观赏。但是，阮也爱意识到到，有一天，阮慢慢会消失。日光的下面的一切，拢会行到伊的尽头。主，但是你是永远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愿望。行过死河，遐有你所应允美丽的所在，阳光灿烂无比的荣耀。这是阮所愿望的所在，也是阮伫现在得到人生、得到智慧的心，来决定阮现在所行的路。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咱要来唱回应的诗歌，献诗149首，脱出罪恶黑暗的交界，请起立来吟全首。Amen.
请坐，即个咱要来奉献，请属献的兄姐。格林多后书9章第8节、第9节，上帝会将各项恩典丰丰富富赐予恁，毋那家己各项教业，阁会当做各项的好事。照圣经所记载，以慷慨拯救善请人，伊的好行为煞到永远。三角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阮同齐组织来敬拜你，用诗歌学了你，用文字来服侍你。但愿今仔日所献的金钱，会当为教会所用，主也帮赞，生活欠缺人会当得到帮助。感谢奉献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即个咱要来报告教会消息。今日咱欢迎新生合唱团小团，可能毋是全部啦吼，因为团可能介大吼。咱来遮。我没有叫你们鼓掌哎。一切荣耀归给上帝，所以不需要鼓掌，对不对？上帝的悦纳最重要。所以，咱感谢因吼，感谢因今仔日的奉献，奉献的诗歌。上重要的就是一点，就是伫12月初9，搁刷咧，伫12月初9拜六暗时7点半，因伫圣经学院。有要
唱一系列的圣诞诗歌吼，圣诞诗歌，这是爱买票的，咱遐尼姊妹会当去支持，吼。好，然后第二项，第二项，咱过6天以后，就是11月18，或者是9点到下昼2点，伫咱教会7楼就是楼骹吼，咱要召开咱教会的事工研讨会，咱请新任甲现任的中级拢爱来参加。第3点，事工研讨会各组的年度的计划，会当伫15号进前交付预算吼，因为牧师爱去整理过。第3项就是咱团队组有举办公园咱公园学院的一个专讲吼，啊这边请的是迄个 star 吼 ，star 就是迄个宋志达啦，宋志达他是配景科技的创办人跟董事长，还有兼总经理，还有兼打中的。没有他没有兼打中啦，他很有名啊，就是在新竹这个地区很有名啊，对，所以他要来跟我们分享菇类的循环经济，哦，他几乎每天都在山上，我据我所知啦，他好像公司不太管的样子。好，第4项，哦，咱教会的弦乐团吼，弦乐团的，你著文堂长老在带的弦乐团，咱伫今年的圣诞节，因为咱要参加圣诞节的服侍吼，所以即马在招团员啦吼，就是讲你若有迄种弦乐器的经验的吼，你拢会当来报名，甲文堂长老报名，还是甲玉山报名拢会使。啊，伊就经过集训以后，要伫圣诞节服侍。过来，总务组哦，总务组等下要这面，等下要这定刷过，正面报告。圣诞节活期，咱教会有2大类的活动吼。第一类就是第一项就是彩虹抓马的2023年的圣诞季吼。这彩虹妈妈因逐年拢伫咱遮练习圣诞节的剧吼。那逐年拢第一场的公演拢伫咱遮，拢伫这个所在公演吼。因今年的题目是黑森林历险记，所以因今年有2场的公演，第一场就是11月26伫这个所在，咱公园教会。第2场呢是伫12月初1拜5，或者是9点半。不过这个对象呢，就是咱公园里的里面啊，公园甲迄个里长甲里长的办公室遐合作吼，会当互咱公园里的里面拢会当来参加，所以因今年加演1场啦吼。较早是拢伫咱教会1场，就转去学校啊。啊，第2，后下一页，第2项就是咱的社区，咱的社区的民众吼。这个是练书吗？哦，公园的里面吼，我们要办一个餐会，圣诞餐会吼。那这个圣诞餐会是要互邀请咱公园里的里民，尤其是老大人啦吼，啊，会当来咱教会，甲咱参加这个餐会吼。不过这爱有票啦，爱有票啊，这票可能是甲咱教会不是点怎甲送机票。可能去里长遐去，还是咱教会人，可能甲问干事，跟干事拿一下票就可以了哦。那有票才可以参加这个餐会，那个票应该是不用钱的吧？哦，是不用钱的吧？这点要说明一下吼，因为这个咱是对象是针对公园里的里民，所以
无包含咱教会姊妹。不过你若是讲我教会会个公园里的里面啦吼，你总会当来啦吼。所以这是对外的一个话场，毋是对咱。所以这个有名额限制70名尔吼。所以咱有甲迄个公园里的里长吼，有做一个配合。共同来主办吼，安尼所以这是一个名额限制啦吼，所以凭票入场吼，无70个拢咱教会内底人，其实迄是要特别对外的吼，有机会入来咱的教会安尼。这方面咱报告了，咱看下补充好无吼，安尼吼。教会人爱70岁以上啦，外口的人只要人拢会当。还有，咱的幸福小组已经进入第4礼拜吼，咱第4期已经进入第4礼拜，所以咱目前有3组在进行。时间恁看顶面吼，咱希望咱的幸福小组会当引带较侪人来信上帝吼，这是咱教会去年开始推动的一个活动。好，下一页。这个不用报告吧？圣诞节期，其实我看不太清楚哎，所以，所以你们就看上面好了哈。好，我知道一个报名费1000块，我只看到这个。这个就是你们的吗？哦，是。在圣经学院，好，下一页，没有了哈。好，你那个温长老，你要补充啥？好。是哦，多谢。迄个关于迄个12月初2，迄个福气餐桌，歹势，迄个毋是咱教会的会友，迄个是针对公理的里民。这是咱一家公理的里长有去遐讨论对，咱这个完全是对外。里长遐原则上伊会找较弱势家庭的成员来参与这场的迄个福气餐桌，所以咱会印餐券，这个餐券是交予里长，迄天是爱摕餐券来，等会在入场就坐，会使参与着食饭安尼。所以，迄一天是完全针对咱公理的里民，大家毋通误会。咱的主餐会安排伫较接近圣诞节的时阵，咱针对咱教会所有的会友，咱会当做伙来，伫12月23，迄一下晡暗时，咱底下有一个同款有一个恩典永流的见证会，原则上，迄是咱做伙伫遮啉食交陪的时间，佮听见证的时间。佮10月24，圣诞赞美礼拜，迄个中昼，咱同款是有做伙啉食，所以咱的啉食安排伫后面，头前是邀请里民来，这个中间咱会使伫。透过这个邀请，咱希望伊的圣诞节的时阵，有缘会当来，安尼所以有可能咱伫圣诞节的时阵，迄个所有的人数加起来会较侪，不过欢迎咱正会友拢会使做伙来参加。本来我是讲按算后礼拜当来直接报告，这礼拜惊，这个有大家误会，所以先直接做这个补充。后一礼拜，我会详细带咱教会伫圣诞节期规个为11月26开始到12月27，咱阁有一个对外去先锋的探访关怀这个养乐园的迄个活动，咱拢会伫后一礼拜做一个较进一步的报告。这个时间先安尼大家当理解多谢。嘛是补充报告啦特别关于到今日咱的献诗的新生合唱团这是小团
几乎大多数都是基督徒啊，拢常常有那伫其他的教会，还是伫本来因为家己教会咧献诗安尼啊，所以邀请因来特别伫咱教会中间来献诗啦啊，今日有咱的团长伫这个所在，伊拢去圣礼堂献诗因为阿卡贝拉足厉害啊，所以固定一个月拢伫迄个圣礼堂咧献诗，啊，还有咱的江怡君老师啊，这咱的半会友常常伫咱遮献诗伊即马是特别咧伫客家音乐，对那边服侍他现在主要在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推动客家的音乐这一部分，而且常常在教会那边也在献唱。还有我们卢庆文老师这个地方，他是我们主要的事情，所以今日这个团内面足重要，才会单盘路来参加那知道我们的演唱其实都是教会的歌曲。几乎每首都是教会歌曲所以无论是团员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其实拢会当伫这个诗歌中间得到真好，才会造就安尼所以咱有兴趣会来去参加这倒是圣经学院的国际会议厅安尼不是打歌啦就是说这是真好听的歌教会歌圣诞的歌过去咱毋捌听过所以咱若真正有要去听咱打迄个说明讲一下安尼我们都会团圆价啦教会没东西团圆价我们就不要多说了继续打歌荣耀归于上帝安尼所献的诗每一条拢真认真咧唱认真咧学习所以荣耀归于上帝。我嘛捌一个改革中民主路教会的长老，我上一次去他们教会讲到，真是。好，咱即马要来唱祝福车庆的诗歌，圣诗608首，圣诗608首，奇妙恩典何等的甘甜，请咱起立来唱全首。
我将你交伫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圣手。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伫恁的顶面，直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庙道愿上帝祝福。帮我拍照，我帮他。